请继续来看这个大罢免，就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。中选会明仔载就会审定第一波的罢免案。讲罗明才、颜宽恒、杨强英、江启臣甲林思明这5件罢免案，第2阶段人数无达到门槛，就要补件。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来估算，若是佮加上马文君、尤浩甲林派雄，安尼可能有8区会互列为第2波的投票。若是第1波的投票是23区，再加上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，即摆哪力针对着罢免第3阶段，拢推出着宣传造势活动，要正式来对决。直接到罢免前的指标，花莲林佑昌到协天宫参香祈福，经过规工的宣传行程。今日一天，民进党嘛正式宣布讲要启动罢免文宣3战，包括影片、网络文宣，外加200面的看板会陆续的上架。毋那民进党会甲全国罢免团体大串联，同步宣传罢免到同意反共更较有力。国民党是要伫主战场台北。正东来大卡举办头一场的反恶霸造势大会，等于是大罢免的浪潮中头一摆拿力正面的对决。如果是用灌水凑数而达到2阶这个联署的一个门槛呢，这已经违反我们选罢法第81条啊。中选会还刻意护航的话，根本就是一个渎职的行为。我想我一定会对中选会提出告诉。林思明为了补件问题，呛中选会，事实上包括伊在内，要罗明才、颜宽恒、杨强英、江启臣5位国民党立委，第2阶段爱补件。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就估计，加上马文君、尤浩、林派雄，可能有8区列为第2波的投票，第1波有23区，再加上新的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。陆战，我们也动员了所有的党公职，自己的选举怎么拼搏，我们帮助罢免的这场行动也要同样的拼命。民进党中央加入大罢免的战局，国民党方面是拍团体战，区域的联防反罢免这个战会是一触即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